失智症等于行人的速度冲击全世界，平均每3秒都增加一个失智症的患者。安尼危机并不是老大人的专利。根据调查，全台湾有28万名失智症的患者，其中30岁到65岁失智者占4%。也就是讲，台湾年轻型失智症的患者都12000多人，这对个人、家庭、甲社会拢造成真大冲击。而且，这个年轻型的失智症恶化速度比老年的失智症加真紧。不管是医疗、复健，或者是照顾，拢真需要社会协助。继续来看失智症，甲咱教知的代志。要检查。有。外套。手机有没有带？有。都有带。好。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不要。要不要穿外套？不用。这首我们听过，是谁唱的？他们跳舞。有没有听过？有吧？真有耐心甲因翁的互动，欣宜看到因翁吴正邦的手，这是爱的表现是陪伴。为吴大哥破病了后，到病院报道已经是伊的日常生活。对，心电图。 54岁吴正邦2年外前中风后引起血管性的失智症，人生变调。发病1年外，脑海中的记忆甲认知拢一点一滴地消失。生理期就是做那个照顾，然后倒下来以后就没有再做。 他有某一部分的记忆跟某一部分能力，其实他还是有存在的很好，所以就是我们2个会蛮绝望的。我们第一次听到确诊失智，所以我们2个是抱着哭，然后就也觉得很不能相信啊，这么年轻然后失智了怎么办？你想吃哪一个？那个啊，关起来，那不能开太久。少年型失智症讲的就是65岁之前发病的患者。 吴大哥才是其中之一。这是钟仲廉本来要伫公司上班赚钱，是厝内重要的经济来源，却伫人生巅峰时倒落去，工作出现困难，各项拢未顺利，还佫承受外界无共款的眼光。你去前面找位置。看电影怎么样？被歧视，那就是买身障票。对，看电影都是买身障票，打优惠，然后。 被那些要签名，对，然后还要重复检查证件，对不对？对，因为看不出来，所以他一直被重复检查，那次造成他心里很大的不舒服。社会上对于这一群年轻人看起来身体很强壮的人，其实，你如果告诉他说你是失智症，其实社会上接受的那个态度，并没有像老年人那么高。 5、6、7，最后一次，1、2、3、4、5、6、7、8。少年失智者病因真复杂，若干那记忆问题、个性、行为、情绪，拢会出现改变。病情甲老大人比较起来，更较紧行入中重度。欣宜逐礼拜拢带吴大哥到服务所在去上课，透过非药物的治疗，尽量会卖遐快退化。 如果家人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他就是自己一个人，没有互动，然后没有事情可以让他可以思考。但是来到这堂课，就是你必须思考，而且你必须跟另一个人协调。那我们现在大概没有很好的药物，说我使用了我就可以让整个病情延缓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靠着一些控制，让我们脑袋里面不要变坏。 可以促进我们脑部功能的方法，让他的脑部功能可以维持比较好、比较久的一个情形。专业分析少年型失智症的病因，台大病院神经部医师陈达夫研究失智症已经20多年，协助过少年失智症患者上少有几百人。依照国际失智症协会分析，少年型失智症的盛行率是伫30岁到65岁之间，差不多是1/1000。
按呢估计，台湾差不多12000多名少年的失智者，占总体28万失智人口的4%。虽然人数相对有较少，不过对着个人、家庭甲社会，拢是真大的冲击。其中高学历、高成就的个案嘛不在少数。还是有蛮大的比例来找我们说，其实还在工作。好，所以他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工作上？如果他不工作，家里的经济该怎么办？好，那如果他不工作，那配偶要不要工作？那谁来照顾他？那如果小孩都还很小，其实会跟生病的这位家长可能也会有一些冲突，所以家庭的动力会受到一些影响。有人是说，教育程度越高，实际上他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就会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呢，我们认为说，这个其实只是延缓症状的出现了。所以不管在年轻型或老年型，如果你是高教育程度人，其实很多我们观察到，反而是他罹患了失智症之后，他退化的速度会比低教育程度人，其实有的时候会恶化得更快。那其实只是说，它让他脑部的功能维持在比较好的阶段会比较久一点。像吴正邦这款少年的失智症患者，有90%都是由另外一半的照顾，照顾者为折磨、痛苦到坚强面对一路行来，需要真侪勇气。他陪伴过我，他也帮助过我，那今天我也不可能放弃他。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怎么样让他得到更好的照顾、更好的帮助。我应该要比他更坚强。台湾失智症协会伫台北成立的养记忆会馆是全台湾唯一专属少年失智者的服务点，不过干挖苦单打独斗，资源有限。无住伫北部的个案，想要找居住地相关机构，有缘无所在通去。那行过那海关，伊是61岁甲中年，较早是空军的飞行官，治疗是遗传性阿兹海默症，伫39岁时就出现失智的症头。他真的发病的时候，其实已经在39岁，那时候的征兆就已经出来了，情绪整个大转变，大转变之后就精神变得恍惚，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已经是。个性是这样的，我很随缘，我不会那么机车啦，我不会那么哎呀你弟弟要怎么 ？no， 其实我告诉你，很痛啊，不痛才怪。告诉你，他讲的是针灸，所以他现在思维会跳来跳去。比如他想到什么啊，然后他觉得你对他很友善，他就很愿意跟你聊天。采访这一天，阮来到新店，对家大哥甲主迷来到长照的服务地点上课。要不半路，这个朱太太若小可无注意，就随出状况。虽然家大哥破病了后，10多年来病情控制了真好，不过人体的免疫依然继续在下降，所以讲亲人的角色尤其重要。其实他认知上面出了问题，他不会告诉你我肚子饿了，我住哪里，或者是我想干什么，他完全不只能受助于家属说我们要引导他、协助他，然后他才能了解。好，来开始，然后移动2根在10里面哦。上次我们不是玩过吗？对，那我们已经玩过，现在是在考。少年失智者是运用伫失智症内面较未被看到的族群，甲老年失智者照顾的模式甲课程方式拢无同款。因过地方资源有限，无专属的服务点，课程有够少，个人甲家属有真着急的期待。一个就是上课的点，一个就是照服员，这2点是我们最 care。然后再来一个是课程内容的安排，没有依所谓的初期、中期，然后但晚期就没有办法上课。那你课程上没有这些课程安排的话，他的认知上面他会每一年都在往下走。所以我们讲难听一点，我们就是在追着时间跑嘛。
因为毕竟年轻型的这些个案，他跟老年一起的时候，这个混龄的服务其实会让年轻的失智个案很不愿意踏进去。家属就一直希望说，政府能够在每一个地方都能设一个年轻型专属的服务单位，而不是只有我们台北有。自从就是先生这个生病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学到了分享，就会比较把我的照顾的心得分享给一些个案的家属，让他们更了解。你有没有鼓励别人？有。失智不可怕，对。但是要站出来，要站出来，跟他一起共存，对不对？对，要加油，大家都要加油。忘记了，对不对？对啊。忘记了，我都不记得。亲爱的未来我永远会继续放袂记，多谢你守护共同的基地。阮听到少年失智者上爱真切的告别，嘛听到照顾者上爱真实的心声。面对失智这个生命一刻，因希望政府看到病患甲家属的需要，外界嘛应给一份理解甲优先，好因伫对抗失智症这条漫漫长路上，不再孤单奋战。